嗨，大家好，我是躺平树。今天是2025年2月27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最近比较火的叫玄学。什么玄学？最近网上很有话题性的一个新闻，很多网店花式兜售银行土。什么银行土呢？就是从银行那附近挖来的土卖给这些网友。我们看，这是澎湃新闻的一篇报道，叫网店花式兜售银行土，还宣称发财率达999.9999%，就是100%的10倍。不知道这玩意儿怎么算？1000%，买家追捧是啥心理？澎湃新闻报道啊，他说从银行网点附近挖取的泥土被标榜有聚财的玄学功效，有网店在肆意兜售。这一怪象正在多个社交平台和电商平台存在，且受到部分年轻人的追捧。澎湃新闻记者调查发现，在多个购物平台上，银行土已被包装成玄学商品进行售卖。商家根据银行类型、地理位置等因素，将其划分为不同品类，并依据所谓的聚财功效差异制定价格。部分商家还搭配销售道观土符，声称效果更佳。要买就买全套，你买了银行土，再给你配售道观的那些符咒，这个效果会更好。受访学者表示财富积累需要依靠个人努力、知识技能、市场机遇等多方面因素，而非依靠这些没有科学依据的玄学说法。售卖银行土不仅涉嫌欺诈，还可能导致消费者在经济上遭受损失，同时在购买过程中会泄露个人隐私。因此建议大家保持理性和科学的态度，不要盲目追求这些没有实际效果的玄学物品。专家说的不仅涉嫌欺诈，而且还会造成经济损失，泄露个人隐私。这个玄学是怎么来的呢？为什么卖银行的土？这个说起来非常滑稽，这简直了。我们经常听说咱们这五行学说，什么五行缺土。鲁迅的一个小说闰土，他就是因为算命的给他说他是五行缺土，所以他的名字叫闰土。五行缺金，五行缺水，你的名字里面就要加3点水。这是算命的给你算的。你看五行缺土，这个字面一转变，五行那个行就是银行的行，所以五行缺土，你就是缺5大银行的土。这5大银行就是工农什么中建交通银行5大行的土，你起名字加个土不行了，对吧？那旺不了财，解决不了问题，你不如直接把五行的土给买回去，也就是5大行的土。你说这是多么的滑稽。澎湃新闻分别在抖音、快手、小红书等社交平台检索银行土，发现有不少关于银行土的介绍讨论，也有一些博主在引流售卖，大家可以看视频。北京0863大哥，您的银行土给您代挖。一个售卖银行土的博主向澎湃新闻介绍了银行土的逻辑。他称，银行土之所以受到部分年轻人的追捧，并变成玄学商品，主要源于一种观念：银行被视为聚财之地，银行财气较旺，因此其土壤也被认为具有招财转运的神秘力量。他们通过收集银行门口的土，银行土一般只从银行门口或银行附近绿化带里收集的泥土，也可以取自银行门口、银行大堂的发财树，甚至是点钞机的粉尘。你要按这个逻辑，那住在银行隔壁或者住在银行楼上的银行网点楼上，那是不是都已经个个都是亿万富翁，那财气的多。小红书的一位博主声称5大银行的银行土还各有区别，说农业银行象征农林牧渔，五行属木。你看看工商银行接连火热经济，五行属火；建设银行侧重于土建，五行属土；交通银行代表流通，五行属水；中国银行是国家金库，五行属金。你看看，就这么对应上了五行学说5大行正好，一个也别多，一个也别少。说澎湃新闻在淘宝、拼多多、京东等电商平台检索银行土，出现了多家售卖银行土的商家。这些银行土根据银行类型、地理位置等因素被划分为不同品类，价格也因功效差异而高低不一。中国建设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下称5大行，名称及 logo 都出现在了宣传界面中。这些卖家的银行土销售重量主要是100克到500克，500克那就是1斤，你卖1斤银行土，单品销售价格为数十元到数百元。部分店铺提供
定制服务，消费者可根据需求选择特定银行的泥土。2月25日，澎湃新闻在淘宝平台检索银行土，界面显示银行土已登上淘宝热搜，本周上升26%。同时，界面还配上介绍称，这届年轻人流行挖银行土求财，且还是工行等5大行的，也有人选择买土求前途。多个银行土的店铺界面显示，月销售单数多达数百件。拼多多平台的页面显示，银行土单店售卖最多的商品已超过10万件。店铺道德兴五行阁售卖的银行土重量分别为50克到518克，价格在16.8元到58.8元。商品详情界面中更是宣称其生财率999.999%，就是千足金呐，小数点后面3位。京东平台也有不少网店售卖所谓的保真银行土，童叟无欺，这个绝对保真。其中有店铺以7.74元100克的售价打低价策略，号称已成交19件。你看看，开始卷起来了，开始打价格战了。已经有商家推广银行土搭售道观土符，还需要提供房屋格局指导摆放，也就是你把你的户型图给他看一下，你请回去的土和道符放在什么地方，这个属于指导免费服务。你买他的土和符咒，他免费赠送你怎么使用。在抖音平台，博主招财土银行土拥有1.3万粉丝，并且几乎每天都在更新代请银行土的视频。视频中，博主在夜里出现的不同银行网点的绿化带处，用小铲子将绿化带泥土装入一个有买家地区和代码的金色小碗中，在挖掘过程中，他嘴里不停念叨顺风顺水顺财神。他向澎湃新闻介绍，他会帮客户选取吉时吉日，还得看一看算一下吉时吉日算一下时辰，什么是最好。在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各取3桶少土，装满一个元宝，收费98元。为了让客户放心，他还专门录取这个取土视频，保证是真实取土。为了解相关情况，澎湃新闻以即将毕业想改善运输和家中风水的学生身份，向小红书平台卖家金土之源进行咨询。该卖家称，4大行的土配一个聚宝盆是86元，购买银行土的同时，建议搭配土符，效果会更好。说随后卖家发送多张土符图片，这些土符底色为黄色，上面有红色符文，虽未详细说明，单称镇宅和事业类的符适合刚毕业的学生。太岁符、平安符、招财符等每道符是288元，五雷符、送子符、五路财神符等每道355元，符每天限量20个。卖家还称，符由专门人员求取，银行土要在晚上12点后及时请回摆放家中。关于购买方式，卖家表示可选择其展示的由道观师傅刘某某道长求取的符，还会提供求符过程录制视频。对于记者购买后能否改善运势疑问，卖家称消费者反馈不错，也就是说这个买家好评还不少，就这意思啊。2月19号、2月21号，澎湃新闻分别在淘宝、拼多多、小红书3个平台各下单了一份银行土。数天后，淘宝和拼多多购买的银行土已到货，小红书订单一直未发货。说淘宝商家提供的银行土颜色呈棕土色，用一个密封袋包装，手感较松散，外观与普通泥土无异。拼多多商家提供的银行土颜色也呈棕色土，但手感更细腻些，没有硬土块。到货后，拼多多银行土商家要求记者提供房屋格局、大门朝向等照片信息。在摆放环节，商家称要将土壤拆开放在花盆中，花盆放置在客厅的桌子下面，同时用3枚黄色五角硬币以上一下两的3夹摆放形式放置在土壤之上。对于摆放时长，商家表示3个月内效果较好，若感觉有效需再次购买，以保持财运连续性。这也就是你要一直买，一直交钱。说这个淘宝卖家同样让记者提供房屋的相关照片和情况。至于摆放，商家指导记者将银行土放在陶瓷花盆中，最好是黄色或者咖啡色，称
称这2种颜色的花盆更有助于积累财富，同时说将该花盆放置在家中西北角，称这样可以催旺四方贵人运，简直了。专家提醒，玄学营销不可信，个人隐私或遭泄露。从事经济管理、企业投融资等方向研究的福建江夏学院副教授黄凌云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直言，土壤本身是由无机物和有机物混合而成的复杂体系，它不具备任何超自然的力量。所谓的银行土与其他土壤在化学成分和物理性质上并无本质区别，将土视为招财的象征，不过是人们将银行作为财富象征的一种心理投射。还有专家说，当下社会不少人面临着较大的经济压力，财富焦虑普遍存在。在寻求财富增长的过程中，部分人可能因缺乏科学知识和理性思维，转而寄托于迷信手段，试图通过购买或收集具有招财寓意的物品来获得心理安慰。银行土玄学正是利用这种心理，让部分年轻人觉得可以通过简单的方式改变财运。黄凌云指出，一些商家利用消费者的迷信心理和财富焦虑，过度营销所谓的招财物品，比如银行土等。这些物品往往被赋予神秘的功效，并以高出物品本身价值的价格出售，从而获取高额利润。这种行为不仅涉及欺诈，还可能导致消费者在经济上遭受损失，甚至在购买过程中泄露个人隐私。他认为从法律角度来看，擅自到银行采集土壤可能构成侵权行为。这种行为不仅缺乏科学依据，还可能带来不必要的法律风险。财富的积累取决于个人的能力、机遇、市场环境等多重因素，而非依靠某种土壤和玄学物品。建议大家保持理性和科学的态度，追求个人发展和进步。这个事情非常荒唐，不用说了。五行缺土，5大银行，而且每个银行对应的这一个属性，建行属土，中行属金。我就想知道那人民银行呢？你把人民银行搁哪儿了？我想买人行的土，人行管那5大行，那金管局的土，金管局也管这5大行，人行都管。买人行的土，那寓意不更好吗？人行，你看这个人行是吧？有商业头脑的赶紧在网上开个网店，就卖人行的土，寓意就是人行，你人行，买了这个土，这个人靠谱行，这个很荒唐。但是专家的点评也很荒唐。明明这是个收智商税的，偏偏把它搞成一个科普，什么土壤的成分、有机物、无机物，说你去银行的取土有可能造成侵权，人家告你，人家都说了，在银行外面的绿化带取的，银行怎么告？所以你看这个卖银行土滑稽可笑、愚昧，这专家的点评那更愚昧。我倒是觉得这种收智商税，只要他不犯法，还是让他收吧，因为你政府管不过来，你政府管又得加编制，又得加成本，纳税人又得多交钱。这种卖银行土单纯的是一个收割，就是割韭菜，就是收智商税。你的焦虑对这种行为理论上是通过教育来解决，当然了，你要把它归类为封建迷信加以取缔，似乎也可以，但是你要这么管不过来。他妨碍谁了吗？没有，他只是妨碍了自己的大脑发育，并没有妨碍别人。他为自己的大脑充值交点钱无可厚非。所以我一直觉得这种事情只要没有妨碍别人，虽然你看不下去，你看不惯，不要管他，你管他也要花大头的钱，大头的钱是大家的，你要这么保护，哪保护得过来？什么都得管，对吧？这些人交了智商税就好了，社会就稳定了，对吧？他情绪稳定了。如果你看不惯，那你就多宣传，通过教育告诉大家这个是一个智商税。但是有的专家说的也对，因为当前经济环境下，大家压力非常大，每个人压力都很大，越来越卷，失业、降薪、按揭贷款、孩子的教育，每天面对这么多压力，问题是找不到解决办法。他穷尽他的所能，他每天很努力很拼搏，但是没有办法改变，是不是越来越焦虑？这个时候他就开始心诚则灵，但宁愿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就在这种的心理作用下，就各种封建迷信就来了。买银行土只是一个方面，有人还请各种各样的符，有人请各种各样的什么和尚开光的什么法物、法器、静物，还有的请什么观音菩萨，有的请什么道士加持过的那些各种咒语，还有的甚至买的什么泰国的什么佛牌，多了去了。还有很多人靠卖这个发财的，这不是统统的妥妥的收智商税吗？佛祖说了买这个你发不了财，但是卖这个你是可以发财的，对吧？你不要搞错了，你颠倒过来是不对的。就是买这个你发不了财，但是你卖这个能发财。确实有人靠卖这些玄学物品大赚特赚。你想他没有成本，成本接近于零，纯收益，而且这玩意它有传播性，一传十，十传百，病毒式营销。只要有一个人买家好评
评，疑神疑鬼的，说这个管用，马上其他人就会闻风而至，开始买。你要非说他诈骗欺骗，那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他买到了土，如果说不给他土，那你说工商局找他，你这时候收了钱你不发货，人家土发给他了，交易就完成了。经济环境越来越差，经济下行，这种现象一定会抬头，而且是越来越多。不光是银行土，还各种算命的，什么看相摸骨，一定会一片繁荣。为什么呢？就因为形势不好，我们每个人开始怀疑自己。经济形势好的时候，每个人未来都是一片光明，事业蒸蒸日上。这个时候你不可能去相信这些东西，人人相信自己是巴菲特，嫌巴菲特都太保守了。马云又算什么？这不我们马上就快成为马云了。你看啊，经济形势好的时候，对这种需求就弱，也不是说没有，也有人有这种寄托在寻求心灵寄托的这种需求，也有，但是没有那么普遍。但是经济一下行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开始怀疑自己。你这大学白上了，对吧？985、211又能怎么样？工作还不是找不到吗？35岁还不一样下岗吗？摆地摊，人生就开始怀疑了。对这种寻求心灵的寄托，这种需求就越来越多。你想想，但马翔宇，对吧？那一路都是别人家的孩子，清华毕业，他现在遭遇这个挫折，如果在未来几年他起不来，那他就开始怀疑人生，就开始有这种需求，就我们自己解决不了。说是不是牛顿？有很多科学家，我们就不要说普通人了，很多科学家到了晚年，他不都变成玄学吗？神学吗？因为他解释不了了，所以他就宁愿相信有个上帝在操纵这个世界，何况普通人呢？所以他就需要这么一个精神寄托。说来说去，我们人类面对不确定性的时候，总想找一个帮助。我们自身努力的情况下，还希望有个神秘力量来护佑我们，来给我们加持。这个由来已久。你看那个大禹的出海，现在搞一套仪式，或者纪念妈祖，他不就是为了面对这个波涛汹涌的大海一种敬畏之心吗？他就希望得到一个加持，得到一个神明的庇护。到底管不管用？恐怕那个搞仪式的人也心里有数，该传该成还是要成，该死还是要死，该穿救生衣还要穿救生衣，该采取防护措施还要采取防护措施。但是他出发之前，他依然还要搞个仪式，实际上反映的就是我们需要找一个寄托。但是我不是提倡年轻人，你现在事业不顺，工作不顺，家庭不顺，你去买银行土，没有必要，纯粹的是智商税。就是你的心灵寄托，你可以完全不花钱完成。这心灵的寄托，人人都有这种需求，但是你花钱去满足这种心灵需求，说明你还是懒，你还是通过想这种物质交换，能达到心灵的这种寄托，这种安逸。你还是想跟佛祖做交易。所以咱们把事情说清楚，我们要正视这种寻求心灵寄托的这种需求。你不要觉得不好意思，你不要觉得好像我是不是就是愚昧，这不是的，这是人类发展，它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当你遭遇不确定的时候，但是这个对你说要去花钱解决，你替代自己这种认知，这种努力，这种做法是错误的。你看看2年前万达的王老板跑到白马寺烧香，他是干什么？首富，你能说他愚昧吗？他去找佛祖帮他渡过难关，虽然佛祖也帮不了他，他还是寻求这种心灵寄托。在以前直播还有节目中我说过我亲身经历，我应该是去浙江那个地方，我已经忘了，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寺庙，当时也是大爷，因为我知道全国的寺庙都是浙江人承包的，很多新的寺庙都是浙江人修的，对吧？这一回我到了人家老巢浙江，也被当地人带着去一个寺庙去参观，正好周六，我们一行是4个人，我之外还有2个，一个是香港大学的博士，一个是北大的博士，还有一个是当地的，给我们4个人。我们一进寺庙，那个庙不大，一进那个山门就有一个穿着袈裟的和尚，特别客气，给我们行礼，带着我们说你们是来参观的是吧？我说是，他就带着我们转，给我们介绍这个是干什么的，这个香炉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菩萨，一通介绍，我们就觉得浙江人服务意识那就是强。因为我们在北京去寺庙参观，根本没人搭理你，就感觉一种香客叫宾至如归。后来这个里面的大雄宝殿一转完，那个和尚说施主请到这边来，旁边还有个小房间，一个帘子隔着的，那我们肯定跟着进去。我们一进去之后就一字排开，他让我们站好，跟我们说今天有缘，我看几位施主什么什么说一通，说今天我们有缘，我们今天给你们每个人一个福，保佑你们身体健康，什么财运这滚滚的，反正一堆。但是我们想这不挺好的吗？他给我们一个福，让我们站好，他在那儿开始念咒，把一个小黄纸条一卷这个特别小的一个纸团，他说你放在手掌心捏好，给我们每个人发了个小纸团，他说这是念了福加持的，保佑我们什么，然后就捏着他，我是站第一个，那个和尚就过来问我生辰八字，我当时就觉得这个不正常了，我已经感觉到这个有猫腻了，我就说你猜，我让他猜，
然后和尚看着我，他说我看你啊，印堂发亮，红光满面，应该没问题，你走吧。他就把我打发走了，我就捏着他的纸团到他出去了。后来我在外面站了一会儿，大概几分钟，第二个人出来了，我看他抱着一大堆香，那个香特别长。我说你在哪儿弄的香？你要干啥？他说刚才请的。我说为啥请香啊？他说刚才那个和尚说的，我这个身体不好，说了一堆，说怎么化解，你就请一个什么398还是298的香。那哥们儿一听，只好掏钱请了这个好像是入香几百块。一会儿第三个人就出来了，这第三个人抱着香就更多。出来之后我们问他，那和尚说的一模一样，说他的问题更严重。等到第四个人出来的时候，那大家就知道了啊，他买香好像就买了900多，一个菩萨面前插3根。你说他们没文化吗？一个是港大的博士，一个是北大的博士，妥妥的交智商税。通过这种热情的服务取得你的信任和好感，再给你制造焦虑，无中生有。你一焦虑，他的生意就来了。最后我想说的是啊，我们每个人难免都会有焦虑，我们每个人都会面临不确定性，就像俄乌战争一样，你看看现在是不是就到了不确定性的时候，对吧？小到我们个人，大到社会国家都一样，每天恐怕都面临着各种不确定性，那就是我们怎么对待这个不确定性。我们寻求寄托，这个也没问题，但是寻求寄托不等于交智商税。基督教国家他们去教堂，穆斯林国家他们去清真寺，这都是寻求这种心灵的寄托啊，一样。不同的是他没有交智商税。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